裝完無主燈先發現用咗2萬幾，夜晚黑起身開燈依然刺眼。你係咪以為裝咗無主燈就係高級？錯，買錯咗嗰種燈，1% 嘅亮度你永遠做唔到。做咗智能家居8年啦，落地過無數個無主燈方案。今日講3個差距，好多人裝完先知。第一，最低亮度，一般米家嘅筒燈最暗都有2-3成光，起身直接刺眼。Elite Pro 嘅去到1%，一閃微光唔會嚇親屋企人，靠錢買唔翻，係燈珠嘅規格嘅分別。第二，顯色指數，一般米家嘅係 RA90，2來 Pro 嘅係用新拉嘅燈珠 RA95 以上。你屋企嘅牆睇落黃定暖，就係靠呢5分嘅差距。第三，生態，米家嘅燈綁死米家，但係逆來 Pro 嘅係兼容 HomeKit 同埋 Matter， 以後換系統都唔使重新裝。做咗8年先明白，買智能燈唔係買可以用手機開嘅燈，係買影響全屋企睡眠嘅嘢。夜晚黑2點鐘小朋友去廁所，普通燈一開500流明直接射入眼，之後半個鐘頭都唔使瞓，1% 嘅暖光微亮，5分鐘後重新入睡。呢2種燈價差就係100幾蚊，唔係你失眠，呃緊你嘅身體。你屋企嘅燈想裝調暗調亮嘅燈打1，只能開關嘅燈打2。我睇評論區再俾建議你。